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0日下暗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以下战争无停歇，美国军舰有甲也门射出去的飞弹，也个无人机砸落来。另外，台湾的铁桥专机伫下晡5点外也起飞。台属的台北企业总部园区5000多名员工，今是头一天来这上班，就等着拜五下班人丁，这公车是载袂赴。台南有一个2岁外的查甫囡仔，互因亲生老母，还有当机前苦毒死亡案件，目前法院是裁定这2个人羁押。讲到以巴的这战火局势，当然紧张，也若是外交部启动这专机铁桥，飞行机伫下晡5点外对特拉维夫机场起飞，飞去罗马。也若这个飞行机顶头呢有14个人，包含着9个台湾人，也有4个瓜地马拉侨民，1个巴拉圭侨民。自以色列代表的李雅萍呢，暗头也来到机场协助。另外有137个国民和眷属联络因了后，因也是决定要留伫以色列。我觉得办事处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们很快就成立了一个群组，然后给国人很多的协助。感谢主管斗相共带着以色列的 YouTuber Mega 是翕影片来分享以色列的状况。即马以巴紧张的情势是一直唱悬，外交部启动专机铁桥，台北时间20暗时5点40，对特拉维夫机场起飞，要去罗马。班机目前拢总是14个人，包括9个台湾人，另外还有瓜地马拉的侨民4个，巴拉圭的侨民1个。驻以色列的代表李雅萍嘛去机场斗相共，另外还有137个台湾人，包括家属。联络了后嘛是要留伫以色列。那他们的先生或是他们的小孩可能要上战场打仗，他们已经被征召，因此他们决定留在家园。那如果说他们改变他们的心意，想要离开以色列，那我们也会提供他们不同方式的这种交通工具。外交部长吴钊燮嘛讲，有35个中国籍的人士想要坐包机来离开，不过这次向因来讨护照这资料了后，因就无阁回应。对于国民党立委质疑讲，这摆铁桥是立法院质询了后才做的决定，吴钊燮嘛特别澄清。都知道说，我们希望去订一班班机，没有办法说我现在要，你明天就可以给我。那这个跟立法院里面的这个质询是完全没有关系。另外，敢会甲以色列的旅游警戒调起哩个红色。伊讲，虽然讲以色列边界紧张情势是一直唱悬，但是大部分的区域生活是正常无受到影响。即马还未到甲灯号调起红色的时阵，毋过会继续关心当地的状况。若需要调的时阵，就会调。另外，对美国发布全球警戒，嘛和好朋友国家是保持正密的联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是无停歇，美军也介入了。部署伫咧红海的美军卡尼号一个驱逐舰的19摇甲3粒对也门发射出去的飞弹砸落来，也有几落台无人机。美国的国防部表示讲，这款飞弹和无人机可能是要攻击以色列的。美国除了出动战斗群航空母舰挺以色列以外呢，美国总统拜登19发表演说，讲要增加美金1000亿的预算来支持以色列。另外，美国也发布全球旅游警戒，希望海外公民都要提高警觉。美国总统拜登19暗时伫白宫办公室针对以阿冲突甲俄乌战争透过电视转播向全球发表演讲。警告若温存国际侵略行为继续落去，冲突甲混乱会拖到全球各地。Hamas and Putin represent different threats, but they share this in common. They both want to completely annihilate a neighboring democracy, completely annihilate it. 拜登表示，以色列甲乌克兰是毋是用伫战争当中胜利，对美国国家安全正重要。会请求国会批准1000亿美金的对外预算来支持两国。进前幕后消息人士指出，这个预算还会用伫边境防御甲支援印太地区国家，其中就台湾。It's a smart investment that's going to pay dividends for American security for generations. Help us keep American troops out of harm's way. Help us build a world that is safer. 欧洲甲中东战火，互全球局势紧张，国家甲族群的矛盾更加严重。这礼拜都支持巴勒斯坦民众伫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头前发生冲突，也有美国记者伫5国被拘留。美国国务院就发布全球旅游警戒，呼吁海外美国公民注意安全。We issued a worldwide caution alert where we advised U.S. citizens that due to increased tensions in various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potential for terrorist attacks, demonstrations, or violent actions against U.S. citizens and interests
美国国防部是表示，美军军舰19拿炸3条巡洋飞弹甲几啊只无人机，推测是也门反政府组织青年运动社的目标，可能是以色列。这组织长期受伊朗支持，美方强调，任何针对中东地区威胁，美军拢会做出防御性的回应。公司新闻杨干编辑。为了要反制中国飞弹威胁，国造天宫3型飞弹，军方已经规划要伫咧全台湾新设12架天宫3型飞弹阵地，按算是伫115年年底要全部完工启用，强化防空战力。也若地面部队内陆军会用通讯链整合情报链，也佮指挥链建立击杀链，提升防卫的力量。国产天宫3型防空飞弹试射场面壮观。根据国防部送交立法院的天宫飞弹阵地整体规划加评估报告指出，军方已经规划伫全台湾新设12位强3飞弹阵地，预定115年底前全部完工启用。佮要整合长程已经雷达的强军飞弹精珠，强化反弹道飞弹的防护效益。国军除了强化防空战力，地面作战能力嘛持续加强。陆军司令张秋明18起面党主持强化部队训练示范，强调革新训练手段，防卫作战必须在挖苦小部队战斗甲分权指挥，以通讯链整合情报链、指挥链，建立击杀链。目的是在强化连汉排方面的实弹战斗教练以及协同作战的演练，希望能够让各作战区都能够了解实战化训练的目标与方向。学者分析，击杀链是透过4副 ISR 系统，即时整合各军种情资，形成战场的共同导向。作战单位会当即时掌握敌军的动态变化，系统原来做出攻击建议、攻击命令，会当随时下令。作战部队原来当用更较少的人力，发挥更较准的攻击火力。借由这个击杀链的成立，那可以让传统从发现目标到发动攻击中间所需的时间，可能从几十分钟缩短到1分钟之内。学者嘛提起，自这强3飞弹主要是负责拿炸强军战机，虽然飞弹的任务比国际爱国者3型飞弹是负担反弹道飞弹的任务。未来强攻专案的正3型强3会同时具备反弹道飞弹的能力，国军防空的能力会再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台塑的台北企业总部园区5000名员工今开始上班，也若头一天下班时间就碰到拜5的下班人阵。台北市交通局有协调业者，讲这公车的车帮就要接较密的。当地里长也讲，对这员工9月开始入来了后，交通需求增加，甚至有学生囡仔等2班车，拢也客不起哩。下班时间，人陆续到公车站等车，人是排甲长长路。这次台塑企业5000外员工进驻当地了后，第一个下班日多是拜5，等车人已经有心理准备。有可能上不了车啊，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得到家，就还是只能等公。对啊，这边交通真的很不方便啊，只能搭公车而已。李长讲，台塑员工陆续进驻，通勤需求量大增，甚至有学生要去内湖读册，无法度进公车，批评台北市交通局无一个作为。这边的话，有些孩子他要去内湖上学的，就完全上不了车，但是已经9月开学到现在哦，所以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协助。台北市交通局回应，其实针对台塑企业总部搬迁，5月就开过2摆会，也协调4线公车加密班次。台塑除了采取上班分流、遥观工专车，市府甲辖区环境合作，并且监控当地车流状况。在短暂的时间有出现要多等1班的状况，可是就是第2班上得了车。南京干线的公车有做加密班次，尖峰班距从6分钟1班提升到5分钟1班。台塑集团也发声明进前向市府提出，有坐公车的员工3811人，企业家己会使转接车，佮继续承载下班转接车来疏散员工。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有逼出这警察含轿车代办业者交集的事项，因是利用开价罚单的方式，甲违规吊扣牌照出租车变作是吊销了后，这业者即起立罚款，重新领车牌，安尼始做会当减少业者的损失。目前台中地检署有去到台中市第3分局抄，有5名员警罪嫌重大，限因交保候传。
台中市三分局员警正常出勤，不过气氛无好，因为团出有员警用开假罚单的方式，互已经吊扣牌照的租车变作吊销，搁再重新领牌上路。台中检方19指挥相关单位去搜查。搁带回6个员警、代办业者，也有车主教员说明。询问了后，认定5个员警罪嫌重大，以10万至12万块交保候团。任涉案员警及汽车代办业者涉嫌伪造文书罪嫌重大，分别就许姓员警等5人，预支10万元至12万元交保候传。汽车代办业者部分，王姓被告等7人，预支3万元至30万元拒保之。检方表示，本案是租赁车代办业者甲员警交结，甲因为违规，互人吊扣牌照的车，故意搁开上路制造假违规，再搁由员警开单吊销原车牌。代办业者只要交罚单、重新领牌了后，原来违规的车就当搁开上路，减少吊扣车牌期间的损失。这个法规的漏棚已经伫今年6月30了后，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防止类似违规的行为。112年的6月30日之后呢，如果在吊扣期间呢，有违反相关规定而被吊销者，必须要在吊扣期满之后呢，再依据这个吊销的规定，6个月之后才可以重新验车领牌。台中市三分局嘛出面说明，表示本案是4年前主动稽查发现的案件，涉案员警分属所管辖的4个派出所，不过好人甲业者有对价关系。经过其他外面有人的一个请托的顺便的协助一下，那之间跟这个业者目前来看检察官认为是没有对价的关系。警方表示，清查了后做比对，发现有100张罚单有问题。涉案的员警除了记过调离开现任单位，嘛继续清查，同时佫会配合检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头一站由国民法官做伙参与审判案件，是一件伤害致死罪案件。发生是伫咧燕巢某一间钢铁工厂，一个姓王的查甫员工和姓林的同事发生纠葛，这姓王的嫌犯随摕铁条拍同事的头壳，送病院急救，犹原是伫咧第4天过往。今仔日由求头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判这个嫌犯爱关9年。高雄第一件由国民法官参与审判案件，20判决结果出来，由6位国民法官甲3位职业法官共同判决。国民法官是来自无共职业，年纪为20几岁到70多岁拢有。有国民法官表示讲，开庭过程中大家意见无共，不过拢有充足的时间表达看法，最后才会当顺利完成宣判。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我们针对两边的论述，其实每一个问题我们都有正反的讨论，我们并不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很偏向某一方。所以我觉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很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国民法官的参与，会让我们的司法，让民众感觉到对司法的信赖度会增加。这件案件是发生在今年1月，高雄有一名王先生甲姓林的同事冤家，姓王的查甫人摕铁条拍姓林同事的头壳，害同事死亡。检方依照伤害致死罪起诉，由国民法官参与审判，一审判姓王的被告9年有期徒刑。在这个月的17号，进行选任，总共选出了6位国民法官，跟4位备位国民法官，跟3位职业法官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审判。高雄地方法院甲桥头地方法院目前拢做来案件拢符合国民法官法，也那这届宣判案件是高雄地区头一件由国民法官甲职业法官共同完成审理甲宣判刑事案件。记者钟义辉、邱昭阳高雄报道。台南传出有一个2岁外查甫囡仔，互人苦毒甲死的案件。这个囡仔规身躯顶呢拢是伤痕，送病院了后犹原救无回来。检方已经介入调查了。今仔日台南地方法院也甲这囡仔亲生老母，也佮含老母斗阵的查甫人裁定羁押。监视器翕到10个暗时，细陈的当机人对饭店的电梯行出来，较紧要甲已经无意识的这查甫囡仔送病院，边仔佫一个查甫囡仔对的，一个伙4个人骑奥多拜赶去病院。在这中间有发现他身上包括头部身体还有四肢都有淤青然后有伤口。
但是这细汉查某囡仔互送去病医了后，规身躯拢是新伤旧伤，到病医了后，同款是不幸死亡。病医怀疑讲伊有互苦毒致死，较紧来通报警方。检方嘛伫第一时间介入，获审了后，针对查某囡仔细食的老母含细蛋的当事人，向法院来申请羁押。20下晡，台南地方法院是裁定2个人羁押。另外，针对当事人细蛋的嘛，禁止接见和通讯。在参酌卷里面的资料可以显示，被告2人有对他们其他未成年的子女有施暴的这个嫌疑，而且被告2人都居无定所，因此本院法官认为被告2人都除了犯罪嫌疑重大之外，也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项第1款、第2款、第3款的羁押原因，因为另外也有羁押的必要。根据检方调查，一个细汉查甫囡仔的老母含细蛋的当事人，带这对细汉的这细汉弟弟，当期是住伫台南市区内面一间俗价饭店，靠老母做模帮的工人为生。当事人是负责照顾囡仔，但是近年就捌发生这细汉查甫囡仔互苦毒、互拍的事件，社会局嘛介入安置。不过今年7月，经过社会局的评估，查甫囡仔佫转来这个家庭，社会局伫咧列管的过程中，嘛有一直访视。19到要访视的时阵，悲剧就发生啊！几啊个月拢无看，我有甲问，我讲，啊恁咧，恁儿子，害恁阿无看恁儿子啦，啊恁厝里啊恁囝咧困，我哪会逐工拢咧困啊？在互动过程中，在会面的部分，其实社工都会在现场，那观察起来，其实他们的互动状况还不错。那小朋友其实也对于父母有比较黏，整个安置。评估起来是适合返家的。台南市长黄伟特伫知影苦毒囡仔这个案件了后，嘛随指示警察局和社会局介入处理安置。嘛，中心绝对袂当忍受任何囡仔受到不当的对待。除了这个查甫囡仔以外，还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社会局嘛已经强制安打。记者综合报道。有议员讲，台北市某一间非营利幼稚园有甲囡仔做体能训练，这囡仔已经跋倒3届啊，老师说个拖咧走，佮要求囡仔就爱倒头栽，囡仔话疼，老师同款继续。这个幼稚园是出面驳回，讲这是病院评估的早期疗育课程，法院来调查也向老师一个清白。伫社区内面的非营利幼稚园，囡仔伫咧做体能训练。有人体力无好，跋倒了，又往被拖来行。司机佫带到边仔，2支手盘饲伫咧涂骹，规身人倒头栽，时间有到1分钟。另外一组的囡仔是伫咧皮球跑道做小牛刹车的动作，有听到囡仔伫咧喊疼，引起附近的大户关心，向议员投诉。园长刚刚他没有办法出席，甚至还谎称说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当时候在社宅，非常多的住户都有看到、有听到小孩子喊痛，但是老师呢置之不理，继续拖行孩童。议员这个囡仔遭受到不当的对待，讲这间幼稚园10月16到10月20的课程，拢无倒头栽加小牛刹车这款训练课程。对此，幼稚园以代志也搁伫咧调查，并无参加记者会，也澄清伫咧影片内面的囡仔，经过病评估是需要提供早疗课程，才会训练因的肌耐力。他们2位的家长很清楚，我们的老师有帮孩子个别做肌耐力的训练。我欢迎他们大家来调查。如果我们老师真的没有做到这么严重的事情，要还我们老师一个清白。如果有我们要调整改善的，我们一定会来调整改善。调查期间原则是1个月，那如果案情比较复杂，可以评估延长1个月。依照相关的调查办法，我们可以请园方是请他暂时调离现职。社会局讲，离校不当对待部分是适用离校款法来做裁处。因过因为幼儿教育也有照顾法已经修法，今年3月实行了后，有关幼儿园内面不当管教事件的调查甲处理，是优先适用幼教法的特别法，将会转介到教育局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岛溪乡呢有一搭工寮，昨下晡有一只台湾乌熊走入去，林保署的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讲这乌熊规身躯拢伫咧喘，直直喘，这可能是身体无爽快，随通报救援团队。不过运登去救伤中心的半路，这乌熊就无开啊。抽血检查了后，这只乌熊是肝衰竭死亡。救援人的到场做定情剂抗瘧痕的药物，做伙扛去工寮外口，一只台湾乌熊倒伫内底，渐渐袂振动。
要震动吗？震动吗？还没。然后有内棒吗？乌熊拢袂叮当，后送落山的过程停止喘气心跳，透过血液检查综合身体状况，也完团队理由，可能是这只老的乌熊公体型较瘦，敢若60公斤。除了发现他的右手掌前方有受伤的轻微状况之外，全身并没有受伤的状况。初步的研判，在野湾他们利用血液分析的研判他应该是肝指数过高导致肝衰竭。代志发生伫花莲道溪乡铁厝即空乌熊乌开了后，走入去公寮内，一直到19下晡3点外，民众发现熊伫内底，赶紧通报。林保署人员用大量炮、空气喇叭一直甲赶，不过伊一直倒伫床房顶悬，规身躯满筋，喘气真急。查药讲，即只乌熊有可能身体是真无爽快。这个情况其实蛮特殊的。前一天农民都还在山上，人的味道其实都还有。理论上熊会靠近的机会比较少，过去也没有肝衰竭的状况。我们以前捕捉的个体都很健康。乌熊是肝衰竭，学者讲无接快，到底是走入去公寮内底沾到物件引起的，或者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农业部兽医研究所会对乌熊做病理解剖，就死亡的原因做详细分析。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埃及总统塞西为着卖加入去这场战争内面，也是拒绝加沙的难民离去到西奈半岛。另外，这国际援助也拢到现场咯。不过，埃及边境的拉法关口呢，上紧要到拜六礼拜才会当开放，把这物资送入去。世界卫生组织就伫咧警告，讲这20台车的物资确实是不够。为约旦、土耳其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的补给物资，也有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30万人份医疗用品，陆续到埃及北部的阿里士机场。红新月会等救援组织在援助行动物资的200台卡车，也已经等伫加沙边境的拉法关卡真一天。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中东参详了后，得到以色列甲埃及点头。20下放10台卡车伫拉法入境加沙人道补给。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因为收到总比庇护，上紧就要才能进行。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这数量实在是不够。It shouldn't be 20 trucks. It should be 2,000 trucks. 2.5 million people that need assistance. 20 trucks is a drop in the ocean of need right now in Gaza. 以色列封锁空袭加沙2礼拜，食物、医疗、燃料甲水电拢欠缺，也有100万当地居民被迫向南撤离，人道危机愈来愈严重。联合国人道救济工程处第6部卡恩尤尼斯紧急起大型的布棚营地来庇护。أولادنا 48 اللي تشرد من بيوتهم هن صرنا زي الواقع بالخيام في الخيام صرنا بيوتنا صرنا نقعد في خيام زي الدول زي أجدادنا ما توقعناش إن نكون هنا في خيام يعني يا عالم يا هو ارحمونا بدنا حدنا。全处境无好，埃及医院负责接受因进入西奈半岛。总统塞西表示，以色列围困加沙7顿补给是一项将巴勒斯坦人强迫赶到埃及的计划。那呢，西奈半岛会加做激进群组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基地，让埃及无辜受牵连。塞西阁建议以色列将这人带到以色列内改副线部，一直到完成摧毁一间武装组织的任务为止。公视新闻是会中评价。加沙边界20有几大阵的以色列战车，加上北部黎巴嫩边界人员要特地行动，外界拢认为讲这战争特别开始啊。另外一方面呢，伫咧耶路撒冷也个美国纽约这2个所在，19拢有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因是呼吁着要守护这203名人质的安全。为了组织以色列美国委员会19伫纽约的时报广场，为了让巴勒斯坦团体哈马斯拔去的203个人质，举行集会游行，是成几百个人来参加。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和犹太裔参议员多数当领袖舒默都发表演说。Friends,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will visit the Rafah crossing in Gaza. Right now, sadly, tragically, it seems that his top priority is giving aid to the terrorists who abducted our loved ones. Shame on him! Shame on him! 犹
太人的圣地耶路撒冷的靠壁，19只厝内人红北去人质的家属，因拢做伙伫遮穿印有厝内人相片的白色 T 恤，大声念经替亲人祈祷。My brother's grandchildren were kidnapped, and we are doing anything we can to bring them back. That's it. 10月7日，哈马斯阿克萨风暴这个行动是以色列对1948年建国以来伤亡上惨重的攻击，和特拉维夫叫做是以色列的911。南边瓦地中海的港市伊拉特的赤道店，最近少年有真侪人过来，要求把这个恐怖的日子插伫因的身躯顶。הרבה מהם כתבו את התאריך 7 לאוקטובר, שכולנו מבינים מה הוא אומר, שהוא היה תאריך קשה מאוד לכ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גם למי שלא היה ביישובי העוטף.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格朗特19日去加沙边界视察步兵营嘛，甲士兵话话，讲大家真紧就会当踮伫咧加沙内部啊。 אנחנו בוטחים בכם וסומכים עליכם. תמשיכו להתאמן, כל עוד יש זמן, תתארגנו, תהיו מוכנים. הפקודה תגיע. תודה רבה חבר'ה, סומכים עליכם, בהצלחה, ואנחנו עוד ניפגש, ומי שרואה עכשיו את עזה מרחוק, יראה אותה מבפנים. אני מבטיח לכם. בהצלחה. 格朗特讲的话，加上当局伫北部黎巴嫩边界城镇做人员撤离的行动。另外，咱看到数量真侪以色列战车出现伫加沙边界，让咱看出开始对地面战的方向推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虽然全世界焦点拢伫咧以色列和哈马斯战火，其他所在依然有人道危机。亲像非洲的苏丹内战尚无有半年，也有这5000外百姓死亡，这战火也无结束现象。最近是有愈来愈侪民众翕到影片来显示讲，这双方的阿兵哥会偷摕物件、抢劫，甚至是性侵害民众行为。伫战区生活的居民，因的生活是真痛苦。 这是今年8月伫苏丹首都克图姆阿边哥甲百姓虐待为面。另外一个画面是6月阿边哥举枪抢夺民用车辆，阁有人翕到军人伫大街路对民众出脚出手，阁甲居民赶出家门。 فخاف وزنه هو زادت قيمته ضربوا جرس الباب وانا فتحت الباب فاول ما فتحت جرس الباب long story short 6 hours of beating of accusing of humiliating 类似的影片伫今年4月，苏丹政府军甲 RSF 快速支援部队发生冲突了后，都一直伫网络流传。两派军人除了互相交战，共同点都是拢会攻击百姓、偷拍、抢虐待一再发生。不过双方拢否认犯案。有半年的内战，更较进一步演变成种族清算。伫炮火上激烈的打火，阿拉伯裔甲非裔真侪年恩怨，伫阿拉伯战士为主的 RSF 掌控打火了后，更较是未上山，非裔民众拢指控差不多去互灭族。 非裔妇女煞变做士兵攻击性侵的目标。 民众甚至翕到军人光头白日伫大路侵犯女性。国际调查组织调查发现，过去半年，无论政府军还是 RSF， 拢对真侪百姓性侵施加暴力。面对这个暴行，无武器的苏丹民众，敢会当一直翕影片分享给国外媒体，希望外界会当看到这个残酷的景象，唔通袂记哩世界有一群人活伫人间地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伫咧波兰有一个查甫人，甲家己装作是三家仔马道迄款的假人，徛伫咧服饰店头前的玻璃窗，经过民众和店员拢无发现哦。听候这大卖场休困了后，才偷走入去偷摕这贵重的珠宝，或者是偷摕骨碌解。前几天保全总算甲伊发现，也甲伊移送法办咯。 服装店头内底放几个假人马道，每一个拢摆好姿势袂叮当，毋过感觉都有怪怪。问题就出一个正面，迄个手摕一个皮包的马道。波兰警方则被公布一个特殊的测案，
贼偷假造假蓝码刀，徛伫一间购物中心内底店家窗仔头前，等商场收店了后，佫趁机回偷物件。嫌犯是一个22岁男性，趁卖场营业时，假造假码刀，等商场无人时阵，才进入珠宝店偷物件。因为这查某人实在是伤过假，店员甲民众都无发现。后来保全发现有点无正常，才掠到这贼偷。事实上，这查某人已经用同款的手法成功得手几啊摆。警察指出，伊捌走入去商场内底酒吧食物件，然后佫走去服装店换衫，也爱敲店头收银机，至少涉嫌3件窃案。这贼偷已经被拘留，那罪名成立，相当爱食10年牢饭。公视新闻市反应报道。美国国防部公布上届新的中国军力报告，去年中国军机绕台平顶年加79趴，也佫讲即中国已经有超过500粒的核弹头。学者也分析讲呢，即中国袂凊彩使用核武器，台湾电都爱注意中国的海空战力提升，也佫有网络假消息的威胁。中国持续对台军事威胁，国防部公布19到24点钟内查到26台强机、7台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8台强机佫超过海峡中线，扰乱咱西南甲东南防空识别区，造成空防的压力。美国国防部嘛公布中共军力报告，讲去年强机扰台次数比去年大增加79%。的确，他描述的这个我们都面临到了，所以国军现在目前应处的。就除了加强监控以外，加强战备，哇！大家其他国家有什么意见，我们的意见交换。报告提起260多届台湾，显示对台海局势重视的程度。嘛提起美国国再声明关心北京对台施加压力，佮讲中国已经有超过500粒核子弹，可能伫2030年前增加到1000粒以上。学者分析，核武器有高度政治性，中国袂随便动用。台湾颠倒都要注意中国持续提升的海空军战力甲网络战。它应该还是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会维持它原本的最小核主原则。那以及原则上不会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像是胁迫其他西方国家在一旦周边就是第一岛链州或者是印太地区周边发生战事的时候，去胁迫这些国家让他不要介入。美国总统拜登公开演讲，要求国会赶紧通过1000亿美金的紧急经费，支援以色列乌克兰。路透社报道，其中援助印太经费差不多70亿美金，军援台湾的部分都互人当作包括在内。柯国前讲，家己的国家爱家己救。自己国家嘛，我们一定要自己来救。假如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任何帮助，我们当然乐见，但我们并不期望，并不指望。柯国前表示，台湾作战爱靠家己，国军任何演训的版本，拢无外军介入。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牵涉到创水南国造泄漏机密案件，政府逼出讲有带头提案，甲这个创水南第2阶段原型南筹建的3亿以上并起来，做伙签名联署提案的国民党立委廖万里、吴淑怀拢表示，因是依法行使职权的。也那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呼吁调解立委就要理性讨论、合理监督，做伙支持国防自主。新欢迎外交国防委员会1礼拜要审查明年度国防部预算，涉嫌国造舰舰涉弊案的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被发现，这人提130个的参检甲冻结国防预算案，是委员会当中提案上侪人。其中为冻结舰舰第1阶段原型南筹建的3亿预算，理由是台湾无舰舰测试经验，要如何执行，爱国定清，爱国防部提出专案报告了后，才用动机，各引起争议。冻结预算主要也是希望可以为人民好好的把关我们辛苦的纳税钱到底怎么用。如果国防部可以说明清楚，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审查之前都在密集找委员说服、说明，这些都是过程，内容我们都要了解嘛。非常合理。如果我们不做预算审查，那就是失职。签名联署提案的廖婉珠、吴淑怀拢讲，家己是依法行使立法职权。吴淑怀佫强调，就是因为爱国，佫爱严格审查国防部预算。民进党立委王天虎是呼吁哪位唔通讲是反对。
冻结了以后，说明就要解冻，那也要拖到下一次会，聚焦在监督上。那这种杯葛甚至于扯后腿式的提案少一点会比较好。我希望朝野党团呢都能够理性的来讨论潜舰国造的这件事情加以合理的监督，潜舰国造的工作能够继续使得台湾能够有自主的国防。行政长陈建仁向朝野发声理性讨论合理监督，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未针对个人改道或者是企业，每年伫会拢会针对预算提出指正，国防部尊重，要责任提出说明。伫争取到预算了后，会做好监管备战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总统大选在野要安怎整合引起关注，南北也搁伫咧吵。那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已经和郭文哲2礼拜来见面2届咯。侯友宜今仔日是针对着这个欠工提出着移工政策，也要特赦失联移工的限期到案。那赖清德是继续走基层，话国会爱过半，创水南国造才会当顺利完成，守护国家安全。2024总统大选在野南北合，还搁咧讲寻求独立参选的郭台铭是动作真济，讲已经甲民众党郭文哲2礼拜来见2届面，对未来合作有初步共识。20世纪郭台铭企图参败，民众党立委参选人赖香莲嘛出面，2个人握手问好。我目的只有一个，为2300万人民尽忠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谢谢。郭文哲表示，甲郭校主3个人拢见过面，若是南北合国民党也是主力。后礼拜会针对内阁制甲联合内阁的调组议题提出方案沟通，即摆先提政策，批评蔡政府超额定收，提出4大方向，守护财政纪律，嘛爱终结特别预算常态化。所以我们的主张是这样的哦，这些不合时宜的税应该要废掉，但是要先把想好替代的财务来源要先想好。我们就让这些失联移工能够自行投案，以工代罚，然后开始重新再做训练，然后重新再让他在台湾有机会工作。侯友宜表示，甲郭文哲沟通正顺，23日落南去高雄，面对各地欠工严重，提出3大移工政策，包括建立农业欠工人力平台，有条件放宽旅宿业甲物流业请移工，也加特赦失联移工限期到案。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未来大家支持我，我会率领民进党的团队，国会过半的力量，来稳定台海的和平。赖清德持续选前的顺序，过来行陆战有关家己党内的立委选情，强调会将和平当作总统的使命，也5万规划8只各组舰舰拢会当成功演制，守护台湾。话讲要互舰舰完成建造，就必须国会超过1半，互在野党无法度阻碍删除还是冻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公告讲，12月开始会限制石墨出口。石墨是电动车电池的重要原料。日本甲中国进口真济，遂提出抗议，讲中国违反 WTO 的规范。但是经济部也指出讲，中国毋是台湾主要进口石墨的来源国，占总进口量的2成以内。国内也有相关的产业通好应对，对咱的影响是真有限的。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20日发出联合公告，宣布讲12月初1开始，2种石墨无经过许可袂当出口，包括纯度、强度和密度拢真悬的3种人造石墨材料和制品，佮有天然鳞片石墨和制品，包括球化石墨和碰撞石墨等等。佮强调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依法来实施，并是针对任何国家还是地区。不过，根据中国海关的资料，主要的出口国是日本、印度和南韩。日本嘛虽抗议讲，会审是中国监视违反 WTO 的规范，因为石墨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原物料。石墨有冻关温，会当过电过日才会地质，互电子、核能和各方这的产业应用较真济，佮互真济国列做是战略性的拓展资源。中国是全球上大石墨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伫天然石墨市场的市占率长期拢是第一，有67%这么悬。用作电动车生产的石墨，佮有超过90%是中国提炼的。安尼台湾的产业敢会受到影响？国内现在就是已经有中钢参数。
在做。那我们主要进口来源大概以日本天然的日本、韩国等国进口，现在还要再持续评估影响啦。应该是属于间接。经济部散发署讲，中国毋是咱主要进口石墨的来源，敢若占总进口量2成以内尔，国内嘛有相关产能来应用。不过中国伫8月管制出口2种晶片制作材料加含钾了后，即马佫出手限制石墨，专家讲这是要反制欧美国家。全球很多高阶的原物料是依靠中国大陆出口才能拿到低价的原物料。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筹码。最近欧盟宣布对介绍的中国电动车开始反补贴的调查，考虑要征收关税。美国政府嘛扩大限制中国企业摕到半导体技术。经济回答美国较先进的 AI 晶片，陆方讲是中国佮启动出口管制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自初九开始就传出失电的问题，短短10天内就失电6摆，唔那造成这宿舍冰箱内面物件拢歹去。也有学生讲，连真无简单拍到一半的报告，拢被附嵌入去电脑，全部无去啊。校园内大学生拢用电脑写报告，即马煞因为学校常常停电的关系，大家拢爱去外口找别位写。学生讲，清华大学短短10天内就停电6摆。而且有时阵一停就是几两点钟。系上的软体，然后断电的话就没办法用这些软体，就有点困扰这样。它是突然间断电的吗？还是说他们会先通知？断电都蛮突然的。就是晚上或凌晨的时候有停电这样。所以他们等于是都连冷气都没办法开电。对。学校解释，停电的原因主要是原本提供全学校一半电力的高压站电缆。因为设备伤旧，目前已经咧紧急修复，不过修理需要时间，要等到10月29才会完全恢复正常。现在已经打算把本来要排在2年后要做的那个工程也就是说主要的电缆的更新跟进入供管的工程，现在提前立即来做。有一些仪器设备的损坏，那我们也在眼里说看怎么样学校可以来补助说怎么样来复原或者修复。学校讲，学校愿意针对学生宿舍因为停电造成的损失提出补偿，而且把已经甲原本2年后要做的电缆管道工程提早施工，希望会当做一摆来解决供电稳定的问题。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受到极端气候影响，阳明山金山公园的公共浴窟10月初7才重新开放。短短10天尔，因为这无温泉水沟盖关起来了，去到阳明山中山楼的温泉区，这水头的温泉水足细港只有1点点尔。公园处表示讲，要等水源稳定了后，看情形开放，目前是无确定的时间。门口大公告一直关起来，阳明山金山公园公共一直温泉10月初7才重新开放。短短10天，因为水源又搁无够，又搁关起来。我那天看到也还蛮惊讶的，自然的温泉都会因为气候的影响，应该说间接的影响啦。对呀，有点失望啊，我都没办法啦，来到这边了才知道。民众被来一抓，有淡薄仔失望，是坐到阳明山中山楼温泉区，水源头敢若剩细港水伫流。在地里长是讲，10多年来毋捌看过这种情形。真的很少看到像今年在中山楼整个水枯的那么严重的一个状况。我当时13年的里长了，但我今年也是第一次看到的。降雨不再像以前一样这样子很平均，而且它的水量是够的。那现在是水量不够，就是有时候暴雨，有时候干燥，长达10几天、20天没有下一滴雨这样子。公园处是讲，虽然风台带来雨量补充温泉源头，毋过敢若冻10天又搁打起，天后源头水源稳定了后，会看情况开放。阳明山市区里有真侪温泉源头，毋过11月北投就要举办温泉季，业者嘛烦恼，敢会因为安尼受到影响？这一次前山公园这件事情，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他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气非常的充足，虽然没有雨水，但没有这个山泉水，我们就用自来水来混的我们的这个硫磺气，然后再把这个水送过来。周水美表示，北水处有对温泉的部分做总量管制，嘛进行平常时甲假日的水资源调度，避免无必要的浪费，希望会当互温泉资源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伫垦丁的南湾出现海猪，昨下晡也有海猪和民众做伙受水的情形。垦管处表示讲，这海猪平常时真罕得来河边，也尽量莫甲因搅扰。
拍伫龙板顶悬的囡仔，拼命咧陪水，面是惊喜的笑容，因为边仔受来受气的竟然是一只小只海猪。由南湾水上活动业者带人溪底滑冰的时阵也看到。我就看到是黑色的，就感觉看起来就是海豚啊，不像鲨鱼海啊。个体好像看起来比较小只哈。对，小只就应该是小朋友而已。海豚是一个野生动物，请保持距离哦，不要去干扰到它，尤其那一些机械性的马达声音都会影响到它。一向拢是规定，也真少出现伫河边的海底，为什么连续2天出现伫南湾海峡？海保署表示，13号捌接到民众通报，垦丁小湾有海底出现，只是到现场时阵已经看无影者。游到这个浅水区休息，我们请专家判断，可能是为了减少体力的消耗，躲避可能攻击它的生物。那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靠近它，这样会导致它紧张。另外，20早起，高雄港17号码头也发现一只海猪，海保署检判是去年就出现过共一只海猪，而且海巡人员协助观察，唔通去甲惊扰，因为海猪属于保育类动物。海保署也提醒，若拄到的时阵一定要保持距离，唔通挖井盖受水，去甲网或者是拍水面甲惊扰。若无照也保法罚6万到30万，或者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湿地环境这乌面腊八顶鸟类真爱来遮过冬，不过有人讲这7股8门采真侪光电棒，会影响到乌面腊八数量。台南市长黄伟哲今日出面驳回，讲今年1月有监测这乌面腊八数量有2200多只，平进前国较多，也强调这寡话拢是无影无假。湿地内底规定乌面腊八伫水内底超来超去，嘴伸落去水拉，当咧找食物。逐当乌面腊八拢会飞来台南7个湿地保护区过冬，其中溪北地区遮有真侪光电，防反光安尼影响生态，甚至造成乌面腊八数量减少。台南市长黄伟哲伫民众野铺文驳回，讲这是无影无假的代志，不过民众煞有不敢看法。我是不太认同，因为我们这个台南的居民，尤其沿海的居民，他们的抗争是一波接着一波，不管是养殖或是农业，都他们的产业受到了影响。我相信专家，我不相信民众的一些谣言。黑面琵鹭的族群来台湾，而且来台南的族群屡创新高，所以真的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仇视光电，为什么这么仇视绿能？难道一定要让这个温室气体这个让台湾污染更严重，他们才甘心吗？保育类的乌面腊八，特别的是伊的喙敢若糖丝啊，请真侪民众来观赏。根据全球普查总数记录，今年正月台南有2279只，是这7冬来数量上多。目前北风开始吹，已经有500只先飞来。是安怎应该来遮嘞？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指出，关键是台南有多元化的湿地环境。台南地区有设一个300公顷的乌面腊八的迄个保护区以外，包括7个顶山的阿胶四侧保护区、客家的湿地、北门北江街口，足侪湿地拢适合咱迄个乌面腊八来栖息、来度冬。为了要甲生态教育向下定根，市府参协会要伫咧28办乌面腊八保育规划冬，要互民众骑脚踏车踅保护区，哪行哪观赏。另外，因阁甲经典相片做成邮票，要送互来参加的民众。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云嘉南地区建造的面积是正快速撞到农村人口外移老化问题，为着要协助农业转型，台湾农机工业农业工会伫嘉义县举办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械自在展，邀请国内外厂商也有学术单位，希望让台湾的农业使用新科技变更较进步。嘉义大学的团队利用流动冰封的设备，让冰霜甲规粒青花菜包起来，唔但减少运送的损伤，阁会当增加50%到70%的实在保存时间。台湾大学嘛配合农业部的计划，运用 VR 科技来模拟栽农机。我们能够延长这个青花菜的保存期、寿命期，然后就等于我们弥补我们国内从11月到4月的生产期以后这一段空窗期。它有这个训练器，就可以透过先模拟，然后实际操作的方式，来节省这个训练的成本，以及在训练实际机器的时候一些机器的损耗。那这样子的方式是比较安全的，而且也可以更有效率的达到训练的效果。国际农业机械展27天正式伫嘉义县举办，
主办单位表示，有机会看到国外的设备对国内农机的研发是一个真好的合适机会。业者嘛讲，这几年来国内农机的外销嘛愈来愈受到肯定。外国的土地啊大，伊的农具个一对大，的土地细个一对细。按台湾的农具，伊的好处就是讲，经过台湾的改造、研究，咧修正啥物货，咧现场试验，头进步出来。外销主要当迄个东南亚这个国家，像印尼、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这个国家就拢有用到这种农具。来自国内外200间业者，加强700个单位，伫嘉义县政府头前广场内展示农业设备甲机械。为10月20开始到10月23，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农机具代替人工是一种趋势，了解新的农业技术甲设备，才发动替农业转型做好准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雪梨歌剧院方正为是澳洲上有代表性的国家地标。这个月20日就是雪梨歌剧院启用满50年的日子。伊在历史当中，什么款的意义呢？咱做回来看。这是澳洲伫2021年改国歌的歌词了后，伫迄年1月26国庆暗会首演，伫雪梨歌剧院的外壁是先后展出原住民的旗仔和澳洲的国旗。造型正特别的雪梨歌剧院，这几年来已经变作澳洲国内外的人心内无法度取代的国家地标。今年5月，澳洲航空是引进上新型的空中巴士，会3个控制1000型的飞行机。首航登来澳洲，当然嘛一定要飞过雪梨港和歌剧院的顶面。不过，伫请仰这侪年进前，雪梨歌剧院对设计开工到起好，会使讲是拄到真侪困难。变更设计的成本超贵，首席设计建筑师是一个风波，互规个施工进程是拖超过14年，一直到1973年才完工。今年10月20开幕首演，澳洲第一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迄当阵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嘛亲身到现场主持开幕的仪式。I can't believe this building has only been here for 50 years, but it's an honour. It's marvellous. 50年来，除了各国的正常名流动来过雪梨歌剧院，各上未清楚的乐团、演奏家和歌手，拢捌伫一个舞台顶表演。The numbers are amazing. It's 118,000 at last count performances have happened in the Opera House, and 63 million seats have been sold. So that's an extraordinary number of people who've had an experience here. 有雪梨奥运和国庆日宴会遮尔请人的时阵，当然嘛有示威抗争的场面，环保团体、反战人士、原住民的族群。想要成全国和全世界关心的人，嘛拢会想到要去雪梨歌剧院。另外，遮侪人较关心做生意，雪梨歌剧院的外壁变做遮侪商业活动，想要去做广告的目标。伫雪梨港边仔起的遮个真悬的大楼，对整体的天际线和景观嘛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6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